来，这件发生伫高雄的凤山，两个越南籍的移工啉酒骑奥多麦烧载，为着要来闪临检，走互警察约，尾啊也是去互警察甲因撞起来。两个越南的移工拒绝停车接受检查，弄红灯想要逃走。哎，停车！沿路一直超车，甚至驶过双黄线。警方一直等警力对伫后壁，有几啊摆经过路口时，险险啊被弄到，真正受够危险。这两个人伫高雄市的凤山区内乱来乱去，警察车叫另外一台车来支援，以前后包围的方式，总算将这两个人甲挡落来。来，别动！别动！人个车拢对伫涂骹，两个移工互人掠起来，身躯拢是臭酒味。运安局老公非但没有停车，然后加速往前逃逸。无顾公共安全，啉酒骑车，搁拒绝检查，依照公共危险罪移送。